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事工。为了配合防疫措施，请弟兄姐妹在参加各项聚会的时候务必戴口罩。本会预备2021年月历，每家一份，欢迎到招待桌索取。12月20号圣诞赞美礼拜，礼拜中举行圣礼典，以下是当天领受洗礼者，请代祷。2020圣诞活动预算为37万，请持续代祷与奉献。12月20号在中山海霸王举办圣诞爱餐，请要参加的人在礼拜后前往报名缴费，座位有限，额满为止。今年圣诞有故事感恩系列活动已经陆续展开，各场次的时间还有地点，请看周报。本会已申请综合所得税扣除额单据电子化作业，欢迎到招待桌领取同意书，并在填妥后交至办公室。请持续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代祷，愿上帝安慰与医治。我们感谢上帝将生命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今天的金句，我们一起来读2次，请。彼得后书3章13节，但照他的应许，我们等候新天新地，其中有正义长存。彼得后书3章13节，但照他的应许，我们等候新天新地，其中有正义常住。现在我们请大家一起站立，我们来同心祷告。听啊，圣诞铃声响彻的云霄，天使从天而来，将平安赐给你所喜悦的人。你将独生爱子降世为人，为我们的罪受鞭伤，受刑罚，用宝血遮盖，洗净，让我们得以完全。你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你的意念是我们难以测度的。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真神。我们用尽所有的词汇，也无法来称颂你伟大奇妙的作为。天父上帝，在日常生活中，难免我们会偏行己路，做我们自以为对的事，因而来得罪了你。求你赐予我们有受教的心，从你的话语中得到教导，讨你的欢心。你是良善恩慈的主，求你赦免管教，不叫我们落入试探，使我们在患难中仍有平安。你是信实的主，要我们卸下我们所有的重担，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能够得到的安歇。感谢主。目前新冠病毒疫情的严重，又正值秋冬之际，是疫情的高峰期，有许多人因此丧失了生命，同时也造成我们经济上的衰退，也造成了恐慌。主啊，求你帮助，让我们的科研人员能够尽早的研发出疫苗，来有效控制疫情，让我们能够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作息。感谢您。两岸的关系也非常的紧张，共军的飞机也不时的绕台，求主你帮助，赐予两岸的领导人都有聪明智慧，能够解决，让我们趋于和平，不起争端。这时，我们要用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起身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落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一起进入他的殿中，用诗歌敬拜赞美主。
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园。真心颂赞，献上慰藉，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付出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领欢呼声永不息。是的，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我们能在主的殿中一日，就胜过在世上千日。让我们献上全心的感谢。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园。全心颂赞，献上慰藉，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付出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领欢呼声永不息。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园。全心颂赞，献上慰藉，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付出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领欢呼声永不息。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领欢呼声永不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敬拜、配得颂赞的主。愿我们以圣洁装饰敬拜你。你是圣洁，圣洁，圣洁荣光在全地。你是圣洁，圣洁，以圣洁装饰敬拜你。圣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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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上，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圣哉，圣哉，全能神，永远在宝座上。圣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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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上，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圣哉，圣哉，全能神，永远在
你是配的，配的，配的尊崇和赞美，你是配的，配的，万物敬拜你，你是圣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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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光在全地，你是圣洁，圣洁，你圣洁壮士敬拜你，愿尊贵荣耀权柄和能力都归全能神，愿各族各方万国和万邦敬拜神羔羊，愿尊贵荣耀权柄和能力都归全能神，愿各族各方万国和万邦敬拜神羔羊，你是配的，配的，配的尊崇和赞美，你是配的，配的，万物敬拜你，你是圣洁，圣洁，圣洁，荣光在全地，你是圣洁，圣洁，你圣洁壮士敬拜你，神在，神在全地场，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神在，神在，全能神，永远在宝座上，永远在宝座上，永远在宝座上。圣哉，圣哉，圣哉！圣洁的主，你掌管各族各方、万国万邦。我们来到你面前，你在经上说：“我与那恨恶和平的人永久同住。我愿和平，当我发言，他们却要战争。主，但我愿和平。”我们愿成为和平之子。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安慰，但求安慰人。
全心付出爱，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欢愉。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亲爱的阿爸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架上所完成的救赎，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和平里面，也让我们能够愿意回应你的爱，成为行和平的人，成为一个将和平带到人世间的人，就像主耶稣基督你到我们中间来一样。感谢赞美主，在待降节期，让我们用信心来预备，领受主所给我们的盼望。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请坐。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借着他自己本身的邀请，然后让我们聚集来敬拜他。特别在这个圣诞节期，我们进入了12月以后，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节期，我们迎接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礼拜堂有4幅图画，告诉我们待降节期的一个过程、一个主题、一个领受、一个盼望，用信心预备进入耶稣基督降生的喜乐跟他的爱里面，而贯穿整个待降节期的一个主题就是和平。因此呢，在第2个主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用信心，有时候我们用和平平安。这样的和平平安是圣经里面到底怎么样告诉我们这一段的？所以我们请仁义执事带领我们来看彼得后书3章5节开始这段记载。他们故意忘记这事，就是从太古凭上帝的话有了天，并由水而出，和借着水而成的地。借着水，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而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上帝的话留存，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亲爱的，
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没有迟延他的应许，就如有人以为他是迟延，其实他是宽恕你们，不愿一人沉沦，而是人人都来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那日天必在轰然一声中消失，天地都要在被烈火融化，地和地上的万物都要烧尽。既然这一切都要如此消失，你们处事为人必须圣洁敬虔，等候并催促上帝的日子来到，因为在那日，天要被火烧而消灭，天体要被烈火融化。但照他的应许，我们等候新天新地，其中有正义常驻。所以，亲爱的，既然你们等候这事，就要竭力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在主前和睦，并且要以我们的主的容忍作为你们得救的机会。主耶稣他的学生彼得写了这段话，在整个的新约中间是一段很特别的，因为我们在有一个概念说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在这个地方，他再次的提到，告诉我们，在有限的生命中间瞬息万变，一下子这些都会过去。可是彼得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唯有上帝的话永远长存。所以，如果我们存着这个一个盼望的话，我们就会做预备。你若有一个愿望，有一个目标的时候，你都会做准备，因为你期待自己能够达到那个目标。所以那种预备对自己来说很重要，免得等到我们到了领受的时候，发觉自己未堪比，领受不了。所以我们常听到一句话说：机会是为预备好的人所准备的。机会来喽，那你到底预备好了没有？你预备好了，你当然就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没有预备好，机会过来了，然后马上又溜走了。待降节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预备？一次两次以后有时候那种预备就会懒惰了。都不来嘞，对不事情也没发生，所以我们就会放掉它了。不知道我们还记不记得这首歌这首歌在圣诞节的时候，常常会有人来唱。圣诞老人进城了 ，Santa Claus is coming。我们来看看这个。所以我们 PPT 还是必须要放在我的歌词里面这首歌很轻快，如果我们以前曾经听过，或者说曾经唱过这首歌它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圣诞老人要进城，他告诉你你要注意你不要哭，对不对？而且为什么呢？因为圣诞老人要进城了，他知道很多，他手头上有一个名单，他一个一个去 check 2次他会发现哪个孩子太丢了太差，哪一个比较乖比较好，他会去，不管是你睡觉的时候，或你睡不着，他都知道。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说到圣诞老人要进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诉求。好了，我们到这个地方圣诞老人进城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小孩子会期待圣诞老人进城，因为他知道会有一个礼物，所以他就会预备。如果你对礼物有期待的话，你就会预备，等待圣诞老人带着意想不到的礼物来到。这是小孩子的心情，一个赤子之心。在教会预备耶稣基督降生的这段时期，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是不是对于救主耶稣圣诞有这样的期待吗？那我们回过头来就会看到刚刚那首歌在提到圣诞老人会来所以你要注意什么，预备什么。同样的，在圣诞节期，我们也希望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预备。这个就要回到了，好像我们在教会这几年来，我们常在提醒的，尤其到待降节期，以教会来说，我们是从这个节期成为我们的开始，所以教会的年历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有3个大时段，圣诞节期就是一个
第一个阶段，等待耶稣降生，迎接耶稣降生，一直到的1月，这是一个待降节期，一个重要的节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进入预备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所以它常常是在我们的新历年2月就开始了，一直要到4月复活节期，这个是第二个大阶段。复活节之后，我们记得7旬，就是50天以后，圣灵降临，就是圣灵降临节就时间很长咯，整个的节期差不多占了半年啊，前后几乎半年。这是教会节期很重要，帮助信徒来在生命的进程中间，领受主给我们的心意。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灵修的时候，也会跟着这样的一个节期来前进。那如果这样的话，在待降节这个第一个教会重要的节期，这几个礼拜，我们知道纪念耶稣曾经来过，常常纪念这件事情。纪念非常重要，纪念让我们知道我们过去所走过的轨迹。我们今天的生命厚度够不够，跟你纪念过去的轨迹深不深刻有关系。你纪念过去的生命日子，如果足够深刻的话，你今天生命的力量会更深厚，让你平静安稳，来得着向前迈进的力量。我们常会发觉这个世代常常讲，真的是非常的混杂，各种事情常常超乎我们的预料之外，意外太多了。可是，如果我们常常纪念过去的话，你会发觉你今天经历到耶稣临在我心是一个真实的。为什么上帝邀请呼召了以色列这个族群？结果在这个族群里面所讲的故事都是几千年前的故事。我们在看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常常在讲到勾扎。早期我们的祖先在埃及做奴隶，然后呢，耶和华上帝用奇妙的方式，特别他提到一个乌拉的大手棍，用他的膀臂带领我们经过旷野，进入了迦南地流奶与蜜的地方。为什么？你看看旧约，他们常常在讲这个故事，就是纪念的意义。纪念会带来力量，会让你今天的厚度足够。这个是我们可以经历到的。你自己想一想，为什么我们常有人会提到我阿祖等山过台湾，我像你们常听到我讲，我的阿公怎么样，在新店开什么干妈店？为什么我常常会纪念这件事情？这个杂货店离我太远了，离今天的世代太远了，已经被小七这些打败了。但是仍然在我们的纪念中间，它会让我知道生命的缘由，它会让我知道怎么借着这个路线去跟那个看不到的天父上帝连结。纪念的意义在这个地方，否则的话，你活在有限的这个时刻你凭什么说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永恒的盼望？我们凭什么说这个？其实就是借着过去所走过来的足迹，你就纪念自己就好了。你如果想到你国中的时候碰到的事情，哪个同学挺你，这个会让你的纪念成为今天的力量。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都经过少年时期非常的一个混乱的时刻，有的人在那个时候真的是面对生命中间很多要重新建立的。在那个过程中间，你会想到纪念，会想到一些不好的经历，但是你也会想到上帝如何借着一个特别的老师，哪一个同学，哪一个场景，让我度过了那一段。好像在埃及为奴的时候，有的人读国中的时候，读5、6年级的时候，觉得自己常常被人家欺负，就好像在埃及常常被欺负这样。但是上帝如何带领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纪念耶稣真的曾经临过，然后他会带给我今天的力量的厚度，所以我会期待耶稣的再临，期待耶稣再临真实跟我相遇。待降节很重要的意义在这个地方，所以加拉太书第4章第4节到第7节告诉了我们生命的定位。我们一起来读，来。
等到时候成熟，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为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使我们获得儿子的名分。因为你们是儿子，上帝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你不再是奴隶，而是儿子了。既然是儿子，就靠着上帝也成为后嗣了。以色列人在纪念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地，就是从奴隶的身份进入自由的人的身份。我们一样，你会发觉有一段时间，你好像在成为奴隶的状况，被什么东西束缚住了，被什么样的目标，被什么样的期待，被什么样的关系束缚住了。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了一个新的生命、新的身份，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子，不再做奴隶，而是成为他的儿女。这是整个耶稣降生跟我们的关系。他降生跟我们的关系，我们常说信耶稣你就得救。得救的意思就是从奴隶的身份束缚进入了自由的身份。因为成为儿子，你才可以领受你的爸爸所给你的产业呀，对不对？这个上帝如果那么伟大，他如果为我们预备那么多，那我真的要成为儿女，才能够领受这个产业。所以他说时候成熟，时机到了。这个就是在2000年前耶稣降生那样的一个叙述。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书信，提醒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借着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在说到耶稣圣诞最重要的意义。因此呢，我们又成为一个有信心的预备者。每个人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有信心的预备者，为明天，因为耶稣基督会再来；为他人，因为我们要分享这个福音；然后为耶稣基督的再临跟我的直接相遇，我们会做预备。好，为自己的明天做预备，为他人预备，也为耶稣基督的再临来做预备。这个就会带进了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圣经里面在说的一节经文，就是约翰3章16节，大家朗朗上口的原因在这个地方，就是这样。上帝那么样爱我们，所以让耶稣基督降生，使信的人能够从埃及地进入自由的迦南地。这个在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永恒生命的意义。所以这4幅图画再次提醒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意念放在你的心中，常常领受这样的一个盼望，以信心来预备进入喜乐跟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我刚刚提到了，如果这样的主题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贯穿，就是路加2章14节，圣诞节我们会背的金句，预备来，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咱若背台语的人吼，背台语的人也会记得，荣光归伫至高的上帝，地上安怎？地上和平归伫伊所欢喜的人，和平，对不对？这个字就是 shalom，shalom 就是平安，就是和平的意思哈 ，shalom。所以希伯来人他们在用彼此请安、彼此对话的时候，见了面 ，shalom。以色列人他们说 shalom 就是怎么样？盼望你有平安，盼望我们中间有和平。shalom 这个字刚好展现出2个层面，一个就是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安稳自在的力量，这样的一个平安。但是呢，这样一个个人的平安，如果没有在一个和平的关系中间的话，那这个平安不可得。反过来，我们要求人跟人中间的和平，如果这些人中间没有平安，有害怕、有猜忌、有愤怒、有仇恨的话，那就不可能有和平。这不只是国与国啊，连人与人、同学跟同学、公司里面的同事，我们都会发现，我们也知道，也向这种目标来迈进。一个人好不会好，一定是一群人好，我在这中间我才会好。这个是我们常说的，对不对？哈，我们自己好不会，你不会就
没有问题。就像我们在照顾我们的孩子，我们送他到学校去，好好的教他、栽培他，做爸爸妈妈的都会越来越顿悟一件事情：我与其把孩子教好，不如让他能够交到好朋友、好伙伴。这个才是我的孩子以后的祝福。不只是把孩子带好，还让他的同班同学都能够跟他成为好伙伴。全班大部分的人，有的人真的没办法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们交托，可是我们会尽力让这一班一起好。所以这30年来，在台湾，至少在台湾的教育，如果我们在这30年，你的孩子读小学的时候，你都还记得，你在早上7点20就要到学校去了，晨光时间你也要分担，一起陪这些小孩，讲故事给他们听，或者做一些你自己专业上的分享。小学1、2、3年级、3、4年级，我们这些做家长的，就是希望这一班都好，这一班好，我的孩子在这里面才有可能更好。这个好就是他个人能够有好，然后跟同学的关系，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和平的群体中间，这个生命才能够得着真正的平安。所以在圣经里面讲 Shalom， 它很多时候展现出来是和平，很多时候也展现出是一个平安。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来，就不只是让我们个人得平安哦，也不只是让我们信耶稣得永生，这个生命得救了。他常常是在群体中间做一个连结。所以我们就记得刚刚所读的加拉太书，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就有提见耶稣基督来，要把人跟人中间的墙把它拆掉。这个墙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这个墙包括自由的人跟奴隶之间的墙，这个墙包括男人跟女人中间的墙，包括这种阶级、这种性别、各种这样的墙，耶稣基督用自己的生命把这个墙拆掉，带来真正的平安。不只在个别的生命，在群体中间有 Shalom， 有和平。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是密切连结的，和平跟平安一定是密切连结。你的平静如果在关系上没有和平的话，那个平静真的是为难。在家里面，我们都会看到，当我们在亲人在服侍爸爸妈妈或在照顾孩子的中间，有一些焦虑产生，也会在这个中间呈现出来。我如何得到真正的平安？只有我跟孩子、跟爸爸妈妈、跟亲人、家人有一个和平的关系、和睦的关系，所以两者是密切连接在一起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从刚刚所看的彼得书的提醒，以及在圣经里面，我们会发现，那这样这个 Shalom 的根基到底在哪？我如果真的期待有这个 Shalom， 有和平、有平安的话，这个根基到底在哪？以赛亚书40章这2句话这么说，我们来读一遍。来，凡有血肉之躯的，尽都如草，它的一切荣美像野地的花。耶和华吹一口气，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上帝的话永远立定。和平的根基，第一个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没有这样的一个根基，只有上帝的话永远存在。他告诉我们，这一切都会过去。有一个童工，当大家在很忧虑、很焦急的中间，他仍然还是非常的平静安稳。我们问他说：“你怎么可以有这种心情？”他说：“哎呀，如果我们知道，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这个事情会过去。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你比较不会被他牵绊住，你就不会一直到被他抓住了。你现在看到的，你所经历到的，这个事情会过去。那过去了，那我就没了，就虚无了，不会。耶和华上帝的话永远存在。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常说进入上帝的话语。所以以赛亚40章，我们知道是在以赛亚书一个新的阶段。
以赛亚书1章到39章，在讲到他们被俘虏，以色列人被俘虏到巴比伦那种哀怨、当奴隶的一个日子里面没有盼望。但是40章开始，再讲到一个新上帝的应许，他的安慰，他要带来真实的和平，他的拯救。所以用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能够得到 shalom 的一个根基，这是在说到和平的根基。和平的根基是来自上帝的话语的话，那么人的回应，原来人没有力量，是上帝期待哦，仍然是来自上帝，他期待我们可以 U-turn。所以刚刚所读的彼得后书3章9节，有人说，你看，那我们每一年都预备啊，每一年都等待啊，可是耶稣基督都没有再来，所以渐渐就把那样的一个审判，把那个再见面的日子就把它忘掉了，要再约会的日子就把它忘掉了，每一年都预备啊，都没有来呀。其实不是因为不是他没有来，而是他不愿意有人沉沦，而是希望每个人都有机会 U-turn。上帝期待哦，这是来自上帝的心意，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能力，请他晚一点来，不是啊。就好像你当爸爸妈妈当老师的也一样，你当老师也常常期待孩子、期待学生他能够 U-turn， 对不对？一次再一次的给学生机会，绝对不会有老师一开始哇看到那么多学生当掉，他很高兴，很有成就感。没有一个老师是这样。所期待的就是学生在学习的过程有成就，他知道怎么样的 U-turn， 方向不对了调整，他愿意听，愿意自己再实验看看，再做一个转弯。天父上帝也是一样，这是第二个。我们说和平的根基，第一个是因为有上帝永远长存的话语，第二个是上帝天父本身的期待，他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因此呢，和平的根基在于公义与仁爱，在于公义与仁爱。刚刚读了经文第13节，照他的应许，我们等候那个新天新地，就是新的国度，就是上帝掌管最高的一个原则，就是公义。这公义里面是充满了仁爱，公义跟和平，只有爱跟公义才会使不同利益的人朝和平的目标来迈进。否则的话，大家只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纪念，那这样的话，那中间的冲突是很大的。但是当我们能够在公义、上帝掌权的公义里面，才有可能朝和平的目标来迈进。代将节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所以刚刚在敬拜中，我们听到了最后一首歌，成为和平之子，也再次提醒我们，圣经里面在写谁谁什么什么之子，意思就是说实行这样一个主题议题的人。和平之子就是实践和平的人，就是散播和平的人，这个叫和平之子。这个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熟悉这样用。所以刚刚我们在看到和平的根基，就是因为上帝的话永远立定，而且上帝期待用爱与公义充满在我们的社会里面。20世纪我们越来越学习到，有公义才有和平，人的关系中间也一样。而这个公义是来自上帝的，绝对不是来自人的公义，因为人没有公义。有时候我们也会听到有人在说啊，你走不公义啦，哦，那就是他立场、他的经验、他角度看的公义。如果愿意回过头来看上帝，从上帝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那个公义的高度真的有所不同。刚刚唱的这首歌已经1000年了，我们常说这是圣法兰西斯他的一个祷告文，他求主让他能够成为一个实行公义、实行和平的人，实践和平。所以这一位弟兄，我们听过他的故事，啊，原本出身很好，但是在信仰上为了实践，他以我们今天的说法，好像那个出家一样哈，从很富裕的家出家一样，然后就很单纯的一个人，把信仰来实践出来，所以渐渐的
有一些弟兄，有一群人就跟着他一起来实践这样来自圣经里面的教导，实行散播和平的一群人。我自己有一段时间经历了这个，右边这是一个墓园，每一年这个追思都会在那个地方举行，从1987年开始。它这个从北宜公路56.5公里的地方，公路很好找，我们都会有56.5、57公里的地方，北宜公路。这个是林义雄先生他妈妈跟双胞胎女儿安葬的地方。那段时间我在义光教会担任同工，担任牧者。那每一年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纪念。我要分享的最主要的是，你会看到有一个直立的目标，一个石碑，它后面有一个平的那个石碑。前面的这段话呢，他在提醒自己，也彼此分享。这样的光景，你会去想到天父上帝。那前面的那4句话是写：我应如日普照一切，不求恩报。我们应该像太阳一样，照耀在你的四周，然后不求人家回报你什么。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说，上帝让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对不对？他降雨一样啊，给需要的人呐，没有说好人我才用太阳照你，给你温暖，坏人我就用大水冲你，没有。所以他说，我应该就像天父上帝像太阳一样，照耀在我的周遭需要的人身上，不求他们的回报。这是中间这句话。后面那2段呢，一个是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到第8节。我们常常很熟悉爱的真谛，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这是后面石碑右边的一段，左边那段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做和平之子，憎恨之处播下仁爱，伤害处播下宽恕。这首歌从少年团契我们就一起就唱了，唱了好几十年，常常在敬拜中，常常在团契里面我们唱这首歌，一直到1990年代，我在义光教会服侍的时候，才深刻体会到这首歌的担子有多重啊！要能够唱出说憎恨之处播下仁爱，那需要多少力量才能够唱出这首，而不只是在美好的旋律中间享受这个歌词。因为写在这个墓碑，然后埋葬在这个地方的，是60岁的妈妈跟2个6岁的双胞胎女儿。林义雄先生他60岁的妈妈跟2个双胞胎女儿，在1980年2月28号那天的中午，被人家在他们住家里面杀死了哈。那这个谋杀案让林义雄先生他非常的，我想我们可以体会他的心情。因为我在这个地方服侍，因为我为一个理想来迈进，结果我的妈妈、我的家人，诛九族啊，被杀光，被杀光。我们可以体会到这样的一个心情。可是呢，在他的妈妈跟双胞胎女儿的墓园里面，他要放的提醒，这个话绝对不是讲给我们听的，对不对？是讲给他自己听的。这个话绝对不是讲给你我听的。不是讲给来扫墓啊，来一起做追思礼拜的人听，这个是他自己最后墓园要确定的时候，他自己点的。那段时间，有许多的弟兄姐妹陪伴他，特别是从1980年2月28，那时候他还在看守所里面。当他知道了这样的事情，那段时间有很多的牧者陪伴他，那时候要陪伴他不容易哈。你陪了他，跟他见面以后，你每一天就有警总的人跟着你了。我去义光教会第一天，然后就有管区的警察哈，2毛1的哦，你要知道那派出所所长才1毛4啊，管区的警官就来了啊，来拜访，当然他来关心哦，许牧师你刚来哈，对对对。那我们知道在义光教会做礼拜的时候，都有特定的人来做礼拜，来拿周报，因为那时候没有录影嘛，没有手机那么方便，所以他们就会来每一个礼拜来看看你到底讲什么哈。做礼拜不是要来领受上帝的话语，
是来看看这个牧师到底讲了什么样的道理，有没有道理的道理哈。然后他会拜访你，他会特别关心你，啊，在台湾我们在那段时间，80年代就甚至到了90年代，一个很大的功课。我每一次在那个追思礼拜到墓园去的时候，看到这个话，心里面就在深思：什么叫做和平？什么叫做shalom？天父上帝为什么用那么奇妙的方式？他必须要成为人，而且要经历到死这件事情。每一次看到这墓园这样的一段话的时候，才能够更深刻体验到我们的肤浅必须要有更深的信仰反省。因为我们在浅浅的一个层面上面唱这样的歌，享受这样的音乐，觉得很好，很吸引我们，对不对？如果你看看刚刚带我们敬拜，我们真的在那个中间很感动，很吸引我们。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仁爱。刚刚的敬拜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可是，当我们进入了实况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去来实践喽，成为一个散播和平的人，成为一个实践和平的人，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在登山宝训8福里面，主耶稣基督不是这么说吗？使人和睦的人怎么样？有福了，他们要成为上帝国的子民。上帝掌权的地方以公义为根基，但是我们会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你可能要付很大的代价，可是那个代价，我常常想到，这个代价再怎么大，不会比耶稣基督为我付的还大。这个代价再怎么大，不会比我在那边14年的义光教会的原本的主人林义雄他付的代价，我付的代价不会比他还大。在我们的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忠心的服侍，摆在上帝面前付了很多的代价。你们的经历中间曾经付了很大的代价。有时候我想，我付出的没有你们多，我付的代价没有你们大。每一次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就会跟主说：谢谢你，让我更愿意成为一个分享和睦、散播和睦、使人和睦的人。因为你会发现，很多人更愿意这样做，而且付出更多的代价，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Shalom是真实的平安，也在人的中间带来真实的和睦。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经历耶稣基督降生所给我们。他说的好，在地上和平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我们都有很多等待的机会。你在等车、等人、等面试、等约会，或者是我们聚完会就看到有些人在那边滑手机。我说干什么？我看公车还有几分钟来，对不对？现在都知道了哦，赶快划哦，3分钟爱跟出去啊，不能够时间到才出去。但你在等候的时候，你预备了什么？啊，你用什么预备来等待？还是就是坐在那边等时间到？要等时间到之前，你有一些预备。你怎么样看预备这件功课？在预备圣诞节期，我们有很多的事工活动。你的心是不是有耶稣基督降生的平安？如果没有这个平安，就无法带给人家和睦和平。你邀请来的人中间，KK， 我们今年你拿到的邀请卡，我们说到有个圣诞树，要给人家做圣诞树之前，你要把那个系列活动先介绍完哈，然后看他能够参加哪一项。我们会看到有很多多样。昨天已经姐妹雅歌有很好的分享，新朋友从头到尾，很享受那个过程。我看到我们有一个是青年的下礼拜6，他们不只是自己要等待耶稣基督降生，这2个礼拜看他们在忙，在做什么？原来啊，希望19号可以跟星光医院小儿科的病房有一个连结。那当然我们不可能去啊，所以他们从昨天开始，今天下礼拜就手做，不知道手做什么哈，他们就手做礼物，然后跟星光医院联络，他们也很高兴。听说小儿科主任还亲自要来拜访对话，了解我们怎么做。青年人希望
等待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不只是停留在事工、在活动、在重担里面，忙得要命啊，忙得要命，然后回去瘫在那边，忘了说是在等待耶稣的降生。原来在分享的时候，在付出的时候，在牺牲的中间，你会更深厚的经历到耶稣的降临。所以他们希望19号，当然没办法去到病房里面，这个时候。他们还想说，那一个人讲一句话，祝早日康复，加油哈，哥哥为你祷告。然后一个人录一个，弄个15秒，不能太久，太久人家根本不想看，放在手机看可不可以传给带我们、帮助我们把那个礼物送给小朋友的医护人员，请他给小朋友看一下，哦，这些哥哥姐姐做了这些礼物来鼓励我们，带给人家和睦，带给人家平安，带来真正的和平。这是从耶稣基督降生给我们的，我们同心来祷告，感谢天父上帝奇妙的爱，我们一起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之外，我们还要奉献出我们的行动，因为我们的心已经被主你自己来更新转化，我们能够经历到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奇妙的爱、牺牲的爱。我们也愿意回应，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邀请弟兄姐妹从座位上站立，让我们再一次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回应。是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话语。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是我做你和平之子。赦免使我们别蒙赦免，在社区使我们别有所得，迎接失望使我们别进入永生。请坐。现在，请大家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奉献后，请牧师祝福祷告。你的恩典每天够我
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会众请站立。奉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我要得着你。我已决定，我一生最爱是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愿意降世为人，并且借着死与复活，赐给我们救赎与永恒的生命。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用坚定的信心来预备，迎接主耶稣基督你降临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成为一个散播和平的人。借着这样，我们要经历到真实的平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扶持、安慰医治与你们同在，从今日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你爱使我苏醒，重新来过，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永不放弃，像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气息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